Hello，大家好。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啲我喺做美術指導嘅一啲經驗啦。因為我見到個培訓計劃咧有啲驚，因為我唔係好識講書，咁所以只係可能攞翻一啲做過嘅工作經驗同大家分享下。咁大會俾我嘅題目咧就係美術指導。咁我都或者先從呢一個崗位開始，大家講啦。咁美術指導喺電影製作嘅角色係乜嘢咧？咁都唔使讀出嚟咧，大家可以睇到，即係成個電影畫面或者佢嘅世界觀或者佢個人物角色造型係點樣？佢俾到觀眾一個咩嘅感覺？點樣去幫個劇本去講故事？咁呢啲都係美術指導嘅工作。我記得有個好出名嘅攝影師，佢講咧，佢就話攝影咧就係電影隻眼，即係觀眾透過呢個電影咧，攝影師睇到咩咧，觀眾先睇到咩嘅。攝影師如果唔睇咧，觀眾係睇唔到，因為佢如果唔開機咧，你乜都睇唔到。咁我就想講話，咁如果美術指導就係乜嘢咧？即係就算有攝影師打開隻眼，如果冇美術指導嘅工作或者冇演員嘅表演，可能都咩都睇唔到。咁然之後我再諗下，咁究竟美術指導做咗啲乜嘢，能夠令攝影師睇到，再去俾觀眾可以睇到咧？其實我諗下喺電影畫面裏邊咧，其實除咗演員塊面咧，所有嘢都關美術指導事。甚至乎演員塊面，佢嘅妝容係點樣，佢嘅髮型係點樣，其實都係關美術指導事。所以即係一部電影，如果冇咗攝影師對眼，其實都唔可以冇咗美術指導嘅工作，因為你透過攝影師嘅眼見到所有一切，其實都係美術指導要做嘅嘢，包括場景嘅搭建啦，即係如果唔係實景係佈景嘅話。包括演員嘅造型啦，包括成部電影究竟佢設定係一個咩嘅氣氛或者咩一個時代背景，呢啲全部都係美術指導要做嘅工作。咁然之後，究竟我哋有咗呢啲美術指導要做嘅嘢之後，點樣將呢啲嘢去執行？成為觀眾可以見到嘅呢啲一切嘅嘢咧，其實喺上邊係牽涉咗好多當然係設計係行先啦，即係你嘅諗法係行先啦。但係點樣執行，點樣實行到出嚟？呢個都係一個美術指導好要面對好大嘅挑戰嚟。因為喺今時今日面對譬如製作預算啊，譬如面對好多好突發嘅現場要應對嘅解決問題嘅一啲難題啊，咁呢啲全部都係美術指導要做嘅嘢。咁我喺諗緊點樣去好概括咁講今日呢一個分享嘅時候咧，就啱啱嚟緊有一部新電影都我有份參與嘅。咁就佢有一條宣傳片就係講關於場景部分，咁我覺得都幾講到即係我美術指導日常嘅工作，同埋好似喺電影裏邊面對好多問題。咁我哋可以不如先提一提一個片先。这是一个从零开始要重新建立出来的一个世界。我们一直在摸索那个架空世界的那个感觉，又不可以太过跟现实脱离，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谈论很多角色、他的背景、他的生活方式，才能够做出我们现在的这个场景。電話俾徐仔，要將呢一樣
又一区是一个科技的一个城市，就我们觉得这个城市应该有一种非常冷漠的一种氛围，这种钢筋水泥的建筑风格非常适合，就是黑白灰色。你要拍得到宽的镜头，我们这个世界才成立。后来想到香港最新的建筑就是 Empress， 监制去想办法去协商，真的帮我们争取了可以拍摄 M+ 的一个机会，再加上视效的一些 touch up， 去把这个世界诞生。长年区设定的是一个工业的世界，但是香港其实现在非常难找。有一天执行制片联系了一个油库，然后我们看景的时候，很多景我们都可以在那边成立，然后长年区的这个世界就诞生了。那个 texture 跟我想象的长年区是很像，它很 raw。另外还有一个场景就是鼠仔家结构就是很特别，几条通道一个圆形的像平台，但你说要把它改成鼠仔家也觉得不适合，因为没有办法你放两张床，然后就说他们在这里长大。突然我有一天想起，哎，那为什么我不就用这个地理环境的优势，然后我在上面盖了一个铁的房子？这个地方它是有理由，就曾经有一个灯塔，后来就是荒废了，然后这两个小孩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潜入了这个地方，然后就开始住在那里。这样一个过程把鼠仔家建构出来。以前那个小平台上面已经有一些很工业风的一些东西，文老师反而就不用搬走，就直接用它改装成一个他们两兄弟的一个小桌子，有很多走位就自然诞生了。那我剪的跟番茄一样好啊！不要跟番茄一样，住在家真的很棒，完全100%符合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回收厂肯定是让人感到很惊艳的，因为我们去到的时候就堆满了一些回收垃圾。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个垃圾场，色彩非常丰富，配合张力的场戏，我觉得出来那种感觉是非常让人感动的。我们另外一个主要的场景就是小鸽子的基地，它里面有几个隧道跟洞穴，太赞了吧！我从来没有在这种场景拍摄过。它有自然光的进入，但是它又是一个隐蔽的地方，附近还有很多小的植物，真的非常适合就是鼠仔跟安晴感情滋生的一个地方。你就觉得小鸽子的基地一定要是在这里。这一部很多场景跟很多戏都会让我觉得好像真实发生了。环境其实给演员带来的影响可以很大，在场景方面，我觉得是做到了200分 ，amazing。好，这部电影下个月就会上映了，希望大家到时可以去电影院看。然后，你刚才看到这部电影，其實裡面牽涉美術的部分很大，就是有現實能找到的一些場景，還有點解突然間講國語嘅？係啦，咁有搭建嘅部分啦，亦都有揾景嘅部分。呢次咧製片做得好犀利，即係有好多場景係好多港產片被拍過嘅地方，但係我哋喺開頭同導演傾嘅時候，想揾一啲好特別嘅場景，因為呢個戲係比較偏脫離現實，即係少少。未必係科幻咧，總之即係唔係好寫實嘅戲，咁想揾一啲抽離啲嘅景，盡量揾一啲大家喺港產片入邊未見過嘅場景，咁所以我哋不停上網喺度揾一啲地方有啲咩係香港未拍過嘅咧，咁結果喺有啲人呢啲行山片入邊發覺有啲引水道原來咁得意嘅，有一啲好隱蔽荒廢咗嘅一啲政府建築物原來係個結構好特別嘅，咁就想盡辦法即係揾到呢啲地方出嚟。然之後一開始申請嘅時候都係唔批嘅，咁就製片組花咗好多努力去同政府或者有關部門商量，咁結果就借到啦。包括你見到有一個油股，即係喺個碼頭嗰度好大嘅一個運油嘅工廠。或煉油廠嘅地方都係從來未借過俾人拍戲嘅，咁所以其實喺個成個
美術世界上面咧，除咗我哋嘅設計之外咧，其實都要同其他部門係去一齊好好溝通同埋互相合作去做出嚟嘅。咁包括我哋可能要提出一啲好明確嘅要求啦，因為好多時喺去揾景嘅時候，香港咧就係冇獨立一個揾景嘅部門嘅。香港拍電影咁就唔同國外同埋大陸地方，即係佢可能有一啲部門係專負責揾景。咁香港揾景嘅部門都係製片組啦。成個香港電影製作喺每一個部門嘅架構咧，其實都係相對好多外國製作係比較集中一啲，即係未必分得好細啦。即係佢哋好多時可能係要兼顧好多唔同嘅工作咁樣。咁頭先你睇到即係除咗有佢哋揾到啲好特別嘅景翻嚟啦，咁然之後有一啲景揾得翻嚟，佢係好特別。咁但係點樣同個劇本或者同嗰個角色世界可以更加即係更加用到個景去幫忙個劇本去講古仔咧？咁呢個都要花好多心思，有時去設計出嚟。咁頭先都其實有講咗少少啦。咁頭先嗰條片咧就睇到好多喺場景設計上嘅嘢。咁其實咧香港電影製作咧個美術指導分工咧，大部分都係講好多係好大部分係講喺場景設計或者啲道具設計嗰度。咁我自己就好多時有啲戲或者有一啲經驗咧，係甚至乎係要連造型設計都要做埋嘅，即係嗰個演員究竟着咩衫啊，或者佢嘅造型係點樣咁。咁而喺外國咧，就好多時候呢個工作都係分開咗去喺即係另外有一個部門係服裝部或者造型設計咁。咁但係因為香港喺成個電影美術發展嘅時候，由一開始係冇呢一個工作崗位。其實最開始香港電影咧，從來都冇美術指導嘅。咁以前嘅導演咧係直接同嗰啲佈景師或者服裝師講佢哋嘅要求，即係有一啲好有經驗嘅佈景師或者有一啲好有經驗嘅服裝師。咁導演咧自己就好清楚自己要乜嘢，就直接同佢講話，我想點，我想點。咁以前咧就係冇美術指導呢個崗位。咁直至去到差唔多70幾年、80年代初啦，咁有一部電影係好明確立咗美術指導對呢部電影影響嘅一部作品咧，就係譚家明導演嘅《愛殺》。咁當年就係張叔平做呢個電影嘅美術指導。咁佢喺呢部電影裏邊咧，用咗好多好強烈嘅顏色啦，或者佢可能同導演溝通過，然之後喺個拍攝上咧，無論喺個構圖啊，或者演員嘅風格啦，都同大家當時觀眾睇慣港產片好唔一樣，即係有一種歐洲歐陸風格嘅美術感覺，即係可能頭先講話一啲好強烈嘅顏色啊，或者一啲對比顏色好強嘅反差好大嘅，喺畫面上呈現好大反差嘅一啲處理啊咁所以就由嗰部戲開始咧，就喺個行業裏邊咧，大家突然間好似醒咗咁，咦，原來可以有一個工作崗位叫美術指導咧，係去統籌呢一啲場景啊，或者演員嘅服裝啊，或者將呢啲場景或者造型要求去執行得好好地咁去喺個電影畫面嗰度呈現出嚟咁。通常我哋咁頭先講啦，咁就慢慢咧就大家好重視呢個崗位啦。咁然之後咧電影亦都拍得越嚟越有規模同埋有製作，咁就開始分工得比較細啦，就有人專係負責場景，有人專係服裝。咁但係咧就有一啲，亦都同有一啲美術指導嘅背景有關嘅，即係當時好多喺外國讀完
藝術翻嚟咧，佢或者比較中意做場景多啲，佢冇咁中意做服裝，或者調翻轉佢比較中意做服裝多啲。咁就大家會揀佢可能想做邊樣嘢多啲。咁因為我入行嘅時候好彩係幫張叔平做助手啦。咁佢好大部分嘅戲咧都係兩樣都做。咁某程度上咧，佢其實係可以好清楚嗰個畫面出嚟咧，即係個演員着咩衫擺喺一個咩顏色嘅場景上面，咁可能都係一個好處嚟，即係變咗喺個成個 art direction 上咧係有一個好完整嘅執行，因為你喺個腦度已經好清楚嗰個畫面係點樣。咁但係如果唔係咁嘅話咧，咁就好可能需要其他戲咧就可能需要服裝指導同美術指導好好地去溝通一下，即係嗰啲演員喺唔同嘅場口究竟個顏色會點樣分配啊，或者有啲咩需要大家係注意，即係譬如原來佢嗰個場景全部係紅色嘅，咁啱嗰日佢又着咗件紅色衫，咁咪唔見咗個演員喺個畫面度，即係可能有啲係需要夾嘅，但係調翻轉可能呢個都係一個特色嚟嘅，正係需要唔見咗個演員。咁有時我哋會有一啲處理叫通案通，就係特登係將個演員嘅顏色係黐咗個牆都可以。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唔同嘅考慮啦。咁電影美術指導喺加入咗電影製作嘅時候咧，香港電影都係我唔知外國電影應該都係咧。其實即係一個導演要開到一部戲咧，都唔容易嘅。所以咧基本上唔會好似以前電影製片廠咁咧，係一份長工嚟嘅。咁佢都係有戲開嘅時候咧，我哋叫做埋班啦，就去唔同部門去揾大家合作開嘅演員一齊去做呢一件事咁。最早即係先要有導演同劇本先，我估下。咁或者係有咗劇本，有咗監製，再去揾導演。咁然之後就有機會開呢一部戲咧，就再去對好多老闆嚟講，可能要揾到演員先至知道有冇機會成功呢部戲。咁就 start 咗個 project 咧，先至埋班嘅。即係所以咧，通常一部戲埋班之前咧，就已經有咗導演啦、監製啦、演員啦，或者係理想嘅演員啦。咁同埋最主要就係劇本啦。即係我覺得係，如果冇劇本咧，有晒啲人都冇用，咁咪大家坐晒喺度都唔知做乜嘢咁。咁所以即係都要有呢幾樣嘢。咁然之後先至去可能係導演同個監製諗究竟揾咩人做美術指導，揾咩人做服裝指導。咁然之後好啦，佢揾咗我做服裝指導嘅時候，或者揾咗我做美術嘅時候，我再諗究竟我揾咩人嚟幫我手咧？因為我自己都唔係一間公司去長期請住一班人嚟幫我手。咁大家喺個行業裏邊全部都係 freelance， 即係做完一個 project 就再睇下去下一個 project 得唔得閒，即係一齊做咁。所以每一個 project 都係每一次可能每一次都係同唔同嘅同事一齊去做啦。咁好啦，咁然之後我哋去埋完班之後咧，第一件事就係先係睇劇本咯。我覺得，因為每一個劇本每一個故事都完全係對嗰個美術指導嘅要求好唔同，同埋影響好大。即係譬如一啲寫實嘅戲，或者一啲需要好多美術工作嘅，譬如頭先嗰個他連他日就係需要好多美術上嘅諗法嘅戲，咁就需要好大量嘅投入度咁。咁所以第一個工作咧就係要先睇劇本，即係要先睇，可能有時睇一次睇唔明，有時要睇幾次，因為好多時好多劇本係佢唔係好順住條時間線去講故仔，佢可能好多 flashback 或者好多人物從唔同角度去講翻件事。有時你睇一次未必睇得明，要睇可能要睇幾次。咁跟住就要同導演溝通啦，即係究竟個導演係想喺呢個戲入邊，佢有啲咩對美術上有啲咩期待，或者有啲咩要求咁。然之後
我哋可能又會講一啲我哋嘅諗法，咁去大家係透過好多討論去傾究竟呢部戲嘅美術風格係點樣咧？咁我自己記得有一個好有趣嘅經驗，就係我第一次幫許鞍華導演做嘅電影就係《男人40》，應該係2012年，唔係2002年，0102唔記得咗。咁就我第一次幫佢做都係好緊張，因為嗰陣時都係啱啱又做咗好多年助手，啱啱開始出嚟自己做美指，即係要孭起晒成個部門。咁就去同導演傾男人40係一部文藝片啦，即係聽落好似好即係應該唔係好多嘢做咁。咁但係估唔到即係導演係有一個好強烈嘅喺視覺上或者色調上有一個好強烈嘅諗法。佢第一句同我講就話：呢個電影咧，我好想拍到一種木棉花嘅感覺。咁佢同我講，即係我之前都唔知，佢話木棉花嘅英文咧叫 Flame of the Forest， 即係喺個森林裏邊一個火焰咁。咁咩叫火焰咧？原來啲木棉花咧係紅色，即係開得最燦爛嘅時候咧係紅色好靚咁。咁如果喺一棵好大棵嘅樹度見到個紅色嘅花，就會好出好長。咁佢第一次睇景咧，就帶我哋去睇嗰個電影入邊嘅主場景就喺香港仔工業中學。香港仔工業中學側邊咧就有啱啱好有一棵好大棵嘅木棉樹。咁就差唔多係3、4月嘅時候咧，係開花開得最靚。佢話一定要喺即係開花開得最靚嘅時候去拍咗呢一部戲，因為佢想喺部戲裏邊咧，好想即係有呢一種木棉樹嗰種感覺。咁佢開頭講我真係唔係好清楚，直至到我哋去睇景睇到嗰棵樹咧，我先明白即係嗰種感覺，即係喺好大片好溫柔嘅綠色裏邊，你見到啲好似火紅色嘅花閃下閃下。咁正就我後嚟就用咗好多即係呢個諗法放咗喺個戲入邊咧。成個張學友嗰個世界咧，即係佢係一個教師，我就俾咗呢種好溫文爾雅嘅綠色喺佢身上，即係譬如佢啲恤衫有少少淡淡嘅綠色啊，佢屋企啲牆紙可能有啲好淡嘅綠色花啊咁。咁而林嘉欣咧就係我將嗰種火紅色好灼熱嗰種感覺就擺喺佢身上，所以佢一出場咧係着住一件紅色嘅運動背心，孭住個紅色袋咁，即係好似呢個紅色走入呢個綠色世界咁。咁然之後仲有就係梅艷芳啦，梅艷芳係佢太太咧，我就即係呢個導演冇講，我就自己加咗落去，我就將好多湖水藍色嘅嘢擺咗喺佢嗰度，因為佢好似已經心如止水咁，即係有少少呢種感覺，即係當時即係自己好 green 咁去嘗試用一啲好簡單嘅對顏色嘅理解、對角色嘅理解，咁放咗喺個戲入邊。咁呢個係一個方法啦，即係唔係每一次都要用嘅，因為即係譬如我後嚟有做咗一啲戲，譬如陣間我都會講啊，黃金時代咁。咁一個人一生即係由10幾歲去到30幾歲，你冇理由喺個電影裏邊，即係佢所有場口都係得一隻顏色噶嘛。即係唔係所有戲都 work 嘅呢樣，即係要睇唔同嘅戲咯。咁好啦，咁就譬如你頭先講呢個咧，就係個導演好清楚係想要知道佢想要啲乜嘢，或者佢未必係捉住你嘅手話我要咁我要咁，但係有時佢講咗啲 hints，你自己再去融會再去諗咧，就會可能揾到一啲嘢可以應用落去個電影裏邊。咁然之後我又想講一個唔係幾即係我唔可以話導演唔清楚，但係即係就算個劇本都唔係好清楚，即係譬如有一部戲咧叫做《香港仔》咁。咁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過中國係叫小團圓，好似係人間小團係。
咁佢個劇本嗰度咧就大家如果有睇部戲咧，就阿楊千嬅屋企咧係做紙紮鋪嘅。咁劇本裏邊咧就有2句説話啫，就話佢有一日發夢入咗個紙紮世界咁啊完啦，就冇啦，即係入咗個乜嘢紙紮世界咧，同埋嗰個紙紮世界發生咩事咧？咁啊冇嘅。咁然之後我自己就開始喺度諗，究竟嗰個紙紮世界係點樣嘅咧？導演有一個要求，就係嗰個紙紮世界咧好大嘅。其實咧，我哋收尾真係做咗嗰個紙紮世界咧，成半個籃球場咁大，我諗有。因為嗰陣時又冇，即係可能做電腦同做真實模型個價錢係仲貴過真做啦，或者係總之導演想真做，就唔係做一啲電腦，亦都冇 AI 啦嗰陣時。咁就佢要求做一個好半個籃球場咁大嘅，即係模型城市，即係迷你城市咁。咁因為我自己細個咧就喺北角讀書同埋長大，我對嗰個城市，即係嗰一個 part 嘅城市好有感覺。咁所以咧，我就先翻去嗰度咧影咗好多相，因為嗰度好得意就係佢有好多天橋橫穿直插咁啦，同埋咧佢個電車咧可以駛入個街市嗰度，中央街市。我自己對呢個城市就即係呢啲城市嘅感覺，即係好有感覺。咁所以我想擺翻喺呢個紙紮城市度，咁就先由影相做咗好多 research 啦。咁跟住就開始同同事一齊畫圖，咁然之後最後就真係起咗出嚟咧。咁係真係好大嘅，呢個係導演啊。其實係做得都好 detail 下，因為我哋係用翻晒嗰啲紙紮鋪嗰啲紙咧，連即係啲窗口係有掛衫同埋洗衣機咁，即係真係起碼半個籃球場咁大嘅，喺深圳一個工廠裏邊做，然之後運嚟香港再組裝拍翻咁。因為我又有頭先你見到啲天橋，我又做翻晒出嚟咁。咁但係好啦，做完我先問導演究竟你想拍咩？咁跟住咁我就有提議我細個我哋咧睇好多啲超人打怪獸嗰啲片咧，不如最後咧你即係好似有個超人喺度打怪獸整冧晒個城市。佢話好啊好啊好啊。咁所以最後咧就真係先。最後喺個戲入邊，可能冇聲。Queenie，你去邊啊？好啦，咁就大家如果睇部戲咧，嗰隻蜥蜴咧，其實係嗰個細路仔屋企有養咗隻蜥蜴嘅。其實講佢發夢咁，跟住就入咗佢世界咁。咁啊即係導演有用咗我呢個提議啦，即係不如即係好似毀滅個城市咁。其實佢用咗提議不特止，其實你見到嗰條蜥蜴咧係佢嚟嘅，佢係特登佢話要求自己做翻呢個蜥蜴咁啊，係啊，佢係笠咗一個。即係嗰個面罩咁，但係好嘥啊！嗬，但係搭咗咁大個場景，然之後只係用咗一個少少嘅一部分咁。但係咁唔係佢仲有另外一場係見到嘅，呢場都係好得意嘅。咁就係講有一架紙紮的士啦嚇。
咁我哋就真係1比1咁做咗個紙紮的士。咁然之後現場咧，佢先講話，即係唔係現場，可能真係做1-2日咧。佢話：我要埋個司機，咁就揾真人係扮咗個司機，呢個係個副導演嚟嘅，係個副導演嚟嘅。咁然之後咧，我記得我哋拍嗰陣時候咧，夜媽媽喺北角鰂魚涌嗰啲拍咧。即係有啲車係行到好埋嚟，先發覺原來係架紙紮的士，係突然間扭開咁樣啜開咗，全嚇死佢。係好近香港殯儀館，係啊。咁佢係啦，呢場戲就係咁樣嘅出嚟嘅。差人都唔敢行埋嚟嘅。好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玩嘅經驗。呢部戲好難得，其實本來睇劇本咧，好似係好文藝片咁，但係因為導演譬如佢對個世界觀佢好有要求，即係有啲嘢未必講得出，咁所以我哋就要俾好多諗法佢啦。咁同埋即係有啲 idea 係佢講出嚟未必做得到，但係真係想辦法去同佢做咯。即係譬如呢架紙紮的士咧，其實依家做會容易啲，因為依家都出咗好多好扁嗰啲 LED 燈咧，即係好薄嗰啲咁。其實當時係未有嘅，即係未有嘢 LED 燈，我哋都係用到最幼嗰啲光管，可能叫 T8，即係都唔係 LED 燈啦。咁我哋就揾咗架車係殺斷咗上邊，然之後就自己起翻啲骨廊。即係用啲最薄嘅鋼管圍翻晒佢咁所以其實香港啲道具師傅係好犀利嘅，即係好多嘢你諗得出，佢哋都做得到咁。咁好啦，呢部就係咯，即係相對其實如果你有睇部戲入邊咧，都仲有好多其他嘢嘅，即係譬如佢有一個會變形嘅即係佢有一個場景咧，係突然間。個人由好細行到去張凳好大，即係佢成個比例係改變晒嘅。咁呢啲係一啲其實如果有讀一啲illusion art illusion 嘅 history 都有出現過嘅呢啲理論，即係一個唔啱比例嘅場景，一個人喺入邊行過，咁令到觀眾嘅視覺有一啲改變咗。觀影經驗邏輯就會有一個好奇怪嘅變化咁啦，咁然之後咧就仲有一條30米長嘅大鯨魚，就佢係拍嗰個鯨魚擱淺咁就係喺泰國揾咗啲道具師傅做完之後運嚟香港組裝，咁就拍咗一場係啲街坊去拯救鯨魚咁。
呢部戲其實喺個美術創作上都好多嘢做。咁好多時我哋喺點樣同導演溝通嘅時候咧，可能我哋仲會借助一啲電影啦。我估在座大家都睇好多戲啦，即係可能會話我哋想似呢部戲嘅風格咁好多時就會好跟咗嗰部戲咁啊。即係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唔錯嘅溝通嘅起點，我覺得即係大家可以確立咗導演想知道。即係確立咗導演嘅方向，咁你可能有一個方向去跟住嚟諗之後嗰啲嘢點樣發展。咁有時除咗電影之外咧，我哋都試過係揾一啲書。呢部戲咧右手邊大家睇到就係春光乍泄啦。其實咧當時我記得咧就冇互聯網都係去到56K 嘅，即係都未係話隨便撳個掣就可以上網揾好多 reference。咁我哋都仲係喺圖書館雜誌揾好多書嘅。咁嗰陣時就我就記得我喺大學圖書館咧就借咗幾本攝影書翻去俾導演睇。咁就係美國攝影師 Len Golden 嘅攝影作品。咁佢都係影好多即係紐約地下好即係唔同階層佢哋一啲好自由嘅生活咁啦。咁然之後咧就入邊好多場景，其實你睇翻我哋最後都有放咗喺個處境嗰度。即係譬如右下角呢個花字咧，其實我哋 exactly 係照呢個咧就擺咗喺春光乍泄，即係呢個景嘅呢一邊。咁然之後另外仲有一幅牆紙係一個格仔嚟嘅，即係我收尾揾唔到啦。就係當呢間屋咧有住過好多唔同嘅人，即係曾經有呢一隻牆紙，收尾佢搬走咗，第二啲人入嚟又黐過另一個咁。最後呢家人都搬走咗，但係呢間屋又開始好荒廢啦。咁所以就有一啲唔同嘅牆紙咁。咁然之後咧呢個洗手間都幾好笑，即係依家呢個專場，大家見到好多唔同 pattern 嘅啲 tiles 咧，其實最初唔係咁樣設計嘅。最初當然有呢張相都有影響好大嘅，即係如果啲磚入邊夾雜到啲鏡都幾得意咁。但係最初未係咁諗嘅，最初係因為咧我哋去喺當地就揾咗好多啲特別嘅pattern 嘅 tiles 翻嚟咧。但係到我哋想買嘅時候咧，冇一樣有貨，全部都唔夠，即係可能得幾件或者得幾廿件，咁就係得少少版啫。咁結果阿叔就你買晒翻嚟啦，我哋就攞現成有呢啲 sample 砌咗呢度就算啦。咁結果就出咗另一樣嘅嘢。咁好多時好多決定可能係因應一啲即係未必係你預計之內啦，即係可能係因應好多突發或者要解決嘅問題而產生。咁而呢間屋完全係即係佢係一間小酒店，喺小保加碼頭一個小酒店咧。其實佢係完全白屋嚟嘅，即係所有你依家見到畫面上嘅都係我哋入到去整嘅，即係包括呢啲牆紙啊，或者呢啲傢俬啊咁。咁呢啲傢俬都係去到當地嗰啲跳蚤市場，即係去執。即係我哋有幾個禮拜日係專去行嗰啲跳蚤市場，去揾一啲唔貴，即係呢個角色身份afford得到，而即係當佢哋可能係經過垃圾站執翻嚟嘅一啲道具啊咁。包括連最後喺戲入邊最重要嗰個道具嗰個瀑布燈咧，都唔係劇本寫出嚟嘅，都係有一日即係買咗一盞燈翻嚟擺咗喺個道具房，導演見到佢真係好似梁朝偉咁睇下，見到後邊有兩個人喺個燈個瀑布上面，之後就寫咗成個戲最重要嘅呢一場感情戲啊！咁呢個瀑布燈嘅道具都完全係幫咗部戲好多。所以作為導演咧，其實我冇乜好特別，即係冇乜一啲formula 或者一啲更加好嘅
advice 俾你哋，即係只能夠講睇多啲，去盡量睇多啲或者討論多啲，去喺入邊參考一下人哋點解會成功，或者人哋好嘅地方係乜嘢。咁當然一啲好基本嘅理論，譬如一啲顏色嘅處理或者選擇，即係會有出嚟一啲咩效果咧？咁譬如一啲暖嘅顏色，可能係會俾到你一啲有力量一啲嘅感覺，或者一啲冷嘅顏色，可能係一啲冷靜啲氣氛。咁呢啲都係一啲好基本嘅嘢，你可以參考，你可以完全相反去反咗佢都得。即係不過你要有足夠嘅原因係去知道點解要咁做啦。即係譬如我有見過有啲新導演，我哋喺傾嘅時候，即係一嚟就話我呢次想拍黑白咁，但係問佢點解想拍黑白咧，佢講唔出嘅，佢就可能覺得型啲，或者覺得特別啲。咁結果出嚟係咪真係會型咗或者特別咗？呢個真係唔一定咯。咁譬如我舉個例子，就係大家前幾年有睇香港電影智齒啦。智齒就係鄭保瑞導演嘅 End Up 一出嚟咧，都係黑白。咁但係佢最初拍嘅時候咧係彩色嘅。咁然之後咧，我有一啲同事係有參與呢部電影嘅拍攝同埋製作啦，特別係美術部啦。咁佢哋去揾呢啲道具同埋場景嘅時候咧，到佢收尾同我分享翻佢喺電影睇個感覺咧，個落差好大。因為咧，佢話依家變咗黑白咧，成件事出嚟咧就好超現實同埋好藝術化，即係好靚，即係好風格化。但係佢喺現場係佢哋做出嚟嗰種彩色嘅呢個世界咧，佢話第一咧就即刻血腥好多，因為你見到啲血係紅色，然之後咧係個垃圾城市咧係臭好多，係臭同埋腥好多。即係喺彩色咧，你甚至乎係聞到嗰種味道喎。但係原來黑白咧係冇咗呢啲臭腥味，冇咗呢啲血腥味。咁所以呢個就有一個原因啦，即係個導演喺個選擇個戲出嚟。我唔知佢係咪一定係因為呢啲原因，但係起碼喺個視覺上係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啦。即係喺呢一個例子上面。咁頭先大家睇到好多可能相對預算大啲或者製作大啲嘅戲，咁新導演喺好多時候面對佢第一部作品未必可能有呢個可能性。咁我最近就有一個本來有一個 project 係幾得意嘅，咁但係佢有一個條件限制咧，就係佢要喺有一個 event 發生，咁然之後咧，咁有啲演員係參加嗰個 event，咁我哋要喺佢 event 同 event 中間把握一段好短時間咧，有一個商業嘅拍攝，可能係一啲時裝相咁咯。咁就最好可以揾到一個 location 好近嗰啲 event 嘅場地，咁嗰啲演員一出嚟即刻跳上車就可以去拍完就可以去第二個 event。咁但係咧，冇辦法時間啊或者地方上冇辦法配合到呢一個安排。咁我就喺度諗，係咪一定要俾呢啲 location 去限制咗咧？我有冇可能去做一個流動嘅攝影場地咧？即係話佢去到邊我就去邊度俾佢拍咁就於是乎就產生咗一個咁，而嗰個拍攝嘅主題咧係同電影有關嘅。然之後就再諗咧，我就產生咗一個主題叫做 Movie on the Road， 即係一個流動嘅拍攝。咁就係如果我有一個盒，嗰個盒係去到邊度就變咗一個場景，咁而啲演員行上嚟就拍得啦，就唔需要限制於係咪 studio 啊或者一個乜嘢嘅場景。咁就於是乎就變咗開始去諗啦，即係有一架貨車，即係一架貨櫃車，咁佢係要閂埋嘅，因為佢要去唔同地方。咁然之後就去佢打開係乜嘢咧？咁結果就做咗3次，咁都3次係做咗好唔同嘅嘢，咁都幾得意。咁同埋喺個
製作預算上都唔算好大，咁又有一啲唔同嘅效果。咁第一次咧就做咗一個天台嘅，即係可以打開個車突然間見到天台咁，因為天台都係香港電影一個經常出現嘅場景，譬如旺角卡門啦，甚至乎一路好多戲，其實去到最近期嘅白日之下，唔係年少日記 ，sorry， 年少日記都係即係同天台有關。咁我哋就做咗一個第一次就係做咗一個天台感覺嘅嘢，咁演員就喺上邊，即係咁佢就係駛咗喺一個海邊，咁就想見到後邊少少都係香港屋邨，咁但係就有啲凌空感覺咁樣。就揾翻晒啲九龍城寨天台嗰啲天線啊，嗰啲生鏽鐵閘，咁但係就有用咗一啲正常天台唔會有嘅粉紅色啦，因為都想 match 翻一啲唔同嘅服裝咁。咁然之後呢個可以睇少少，即係佢。係啦，咁我哋就用咗一架吊雞車，即係個吊雞車嘅吊臂好有用啊！即係到最後嗰個直情用嚟打燈添，我哋就做咗一個鐵盒咁嘅嘢，做完之後就吊上個車度，每一次就去一個唔同嘅地方打開變咗第二樣嘢。咁另外一次咧就係我哋去咗中環大會堂出邊，咁就變咗一個打千秋同埋一個電話亭嘅。咁同埋嗰日咧就突然間出 call 嘅時候咧就落雨啊，落好大雨，咁我哋就臨時加咗一幅透明嘅膠片喺個頂度遮住，等佢唔好落雨揼到咁。咁然之後，最後一次咧就想變咗做一個金魚缸感覺嘅嘢。咁呢次咧就因為係一個好黑嘅環境咧，就直接用埋個吊雞車個吊臂咧，係用嚟打燈。咁但係咧又要中間穿翻一個位，因為咧後邊係有少少吊威亞，因為想個演員凌空喺個好似喺個金魚缸嗰度。咁個成。咁就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練習啦。後嚟都有俾唔同學生去諗咧，如果俾你一個好有限嘅 budget，即係打開一個盒，可以係一個唔同嘅場景，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咁同埋呢一次咧，即係呢一個諗法，都係源自於一個突然間冇 location。
咁你點去解決呢件事而產生咗即係一個系列嘅一個想法咁好多時我哋喺即係美術指導工作入邊都係好多時喺個電影製作上邊，因為條件限制唔可以好理想咁去，即係未必可以有一啲你最理想嘅選擇。咁你喺個 compromise 個過程裏邊可以有啲咩改變咧？即係你唔可以改變一啲冇辦法得到嘅嘢，咁你只能夠改變你最初嘅想法，但係可能係一啲唔同嘅效果。有時可能嗰個出嚟個結果會更加好咁樣。咁我今日講嘅大概係咁多，唔知未？好，睇下大家有冇問題。好，後面。吴老师您好，我特别喜欢《男人40》这个片子，然后我还想知道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片子里面，可能对于新人导演来说，他没有太多的费用来同时请比较专业的服化道，可能3个就是服装、化妆、美术，就是3位这个3个部门的老师可能都是特别资深的，他没有那么多费用请3个特别专业的，可能有的时候只有1位。就是那个美术老师可能他比较厉害，他可以统筹所有的视觉上的一些东西，然后跟摄影老师来合作。然后我想就是请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建议可以给到新人导演，就是他把就是他跟这个美术老师，怎么样的合作可以更好的，就在他的经费比较少的情况下，可以就是他尽量把力气把他的重点放在哪个部分。可能最好的让他显现出他在这个部分他确实花了很多精力，让电影的质感可以更好的被呈现出来。对啊，那你刚才其实已经说了嘛，就是当然就是问您这边有没有一些经验，就是说没有，我就是说你有说就是你想要把重点做得最好嘛，所以有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全部都兼顾的话，就是最好就是把重点。全部的资源放到重点里，就是比如说你刚才说梳头化妆是不是能同一个人，或者是有一些想法是就別想一些很難做到的場景。我講返廣東話，即係譬如有啲場景啊，我冇辦法去啲整一啲好靚嘅場景，咁你會唔會可能係揾一啲本身已經喺燈光上或者喺個視覺上有好多 texture 或者好多質感嘅地方嚟做嗰場戲？我舉個例，譬如你有一場文戲係你劇本係喺屋企傾偈咁，廣東話你能聽到？即係譬如係一場好普通嘅生活戲咁，但係屋企都未必揾到實景，或者屋企拍出嚟可能唔夠靚咁，你會唔會改咗喺個洗衣鋪咧？即係譬如一個好多個不鏽鋼嗰啲圓圈嗰啲，即係洗衫嗰啲洗衣鋪咁，即係你變咗你個畫面本身就係一個好 graphic 或者好打完燈可以好比較特別啲或者有質感層次一啲嘅場景，將嗰場文戲擺咗嗰度做，咁咪可以慳翻一啲喺場景上處理嘅方法。咁而人物塑造會唔會喺演員即係每一個演員可能你揾得佢，你都係俾佢某一啲地方吸引，就係佢本身已經有嗰種特質，你就喺佢嗰種特質上更加即係唔需要花太大嘅氣力去，而係更加充分去發揮佢已經有嘅嘢。我还想再补充问一个，就是《男人40》，因为我很喜欢这个片子，还想知道里面的一些细节，就是比如说跟许鞍华导演，您是大概在什么阶段进入到这个组里边？然后比如说我们去见演员的时候，比如说见里面的很重要的3位主演的时候，他们身上的比如说他们的服装呀，或者这些东西，你会去
全部都是由您来把控，然后大概在什么时间你给建议，然后给出什么样的？因为他们3个人身上的就是展现出的气质让我觉得非常不一样，也给我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就是可不可以再分享一些关于当时的一些情况？男人40就很早就是加入这个剧组，所以我刚才其实有说，我第一天见导演，他就跟我说刚才那个木棉树那个事情。然后开始见演员，我还记得林嘉欣从来没有在香港演过戏，然后我们好像就是像小学老师一样，就是许鞍华我还有摄影师、摄影指導關，突然間講，突然間唔記得哦，就是我們3個人就一排這樣來看他，然後林嘉欣一進來，我覺得他的眼神非常厲害。就是他一直看着我們每個人，他看着我，就是我看着他，我看久了，我視線好像要找地方要逃的，就是他的眼神非常厲害，就是我不敢再多看一眼，然後就覺得哇，這個女生好厲害，就是我是老師，我也會喜歡她。然後就是那他張學友和他的造型，其實我剛才已經有講過了，還有就是梅艷芳也非常好，就是我還記得我們買了很多那些就是平民阿姨的那種衣服啊，在那個出口店就是10塊一件 T 恤那種很便宜的衣服，然後我就很害怕去他就幫他造型的時候，就會怕他嫌就是都不是什麼品牌，就是什麼你給我穿什麼，然後就拿了一堆衣服去他家裡，然後我還記得他家裡是那種2層樓的，他的臥室是2樓嘛，然後他是從樓上走下來，就是看一眼我的衣服，好吧，拿上去，然後他就全部拿上去，自己一件一件換，然後就是每換一套就從那條樓梯走下來，然後就說可以嗎？我覺得可以，就很輕鬆很開心的這樣一個試衣服的過程，就是從來沒有說一句這是什麼平民的衣服啊，就是完全沒有這種大明星的這種，就是其實我覺得演員很多都很好，一直到後來前1-2年我做流水樂華的鄭秀文，他也是演一個非常普通平民。就他也是那種演唱會上的巨星，是嘛？就很時尚的代表。但一旦到了演戲，一進入角色，他就完全可以為了角色是放下了自己。啊，關門啦，對唔住，關門啦。我覺得這個大明星可能反而不用擔心吧，我就是他們反而就是有機會拍電影的時候，有機會放下自己平常的這種巨星的形象，去進入一個劇本的角色，他們反而會很高興。而且我覺得就是看導演前面你怎麼跟演員建立一個，就是讓他很安心、很高興進入那個劇本角色的一個溝通吧。這其實這挺難的，但就靠你自己對這個劇本有多喜愛，或者是有多相信這個劇本。文念中老師你好，頭先聽你分享咧，就由呢個香港美術指導嘅緣起講起，咁就似乎好似香港嘅電影入邊咧，就美術指導同埋服裝係一直以嚟都係兩個唔同嘅 department 嚟嘅，係咪？唔係呢個睇人嘅，頭先我可能講得唔清楚，因為有啲人會兩樣都做埋，譬如張叔平，譬如係仲文就會做衫多啲啦，或者杜琪峰經常合作嘅余家安老師就會做造型多啲啦。咁有視乎你啲習慣，因為譬如王家衛所有戲，即擺到人之前所有戲，阿叔都係景同衫一齊做晒，因為我諗佢
兩樣嘢都比較想掌控得好一啲咁。咁係咪一定要咁？亦都唔係，即係有時因為電影到後來亦都個製作越嚟越大咧，就有時一個人你兩樣都做晒，嗰個 workload 真係好大，亦都需要好多人幫手。咁分開亦都有分開嘅好嘅，我覺得。咁直至到近年，因為荷里活嘅製作模式都影響得亞洲幾犀利，特別係台灣同埋大陸。咁香港如果許可嘅話，其實都希望可以跟得到咯，因為比較有系統啲，其實分工分得細啲係好嘅，即係每一個部門可以做得比較再精進啲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呢個純粹個人習慣，即係譬如我自己如果條件許可，我兩樣都做都 OK。咁但係有時有啲戲，我覺得我想淨係做好啲服裝，或者我想淨係做好啲場景處理，咁我可能就會同導演講，我淨係想做一樣嘢。我哋最後一個問題嚇，文老先生正如你講過係美術指導喺嗰個參與咧，通常都係喺前期啊嘛，咁或者拍攝當中，但係美術指導嗰個最後期嘅製作有冇咩參與嘅？我頭先係意思係前期已經開始參與，中期一定係全程參與，即係譬如所有電影拍攝我都會拍攝嘅時候我都會喺度，因為去到頭先講，因為去到現場好多嘢係會變故嘅，即係譬如有啲嘢你同導演傾完你就去做啦，咁因為導演仲有好多嘢要解決㗎嘛，譬如演員啊或者其他製作上嘅問題，咁有時原來佢嘅諗法同你嘅諗法唔一樣，去到現場係要解決嘅，咁你一定要喺度咯。咁所以美術指導喺前期、中期都會喺度咯。咁而後期咧就呢個睇公司嘅要求或者個美術指導嘅參與度，但係因為有時唔係話我想參與，即係譬如後期你可能講係尤其是近期可能牽涉到調色啦，或者電腦特效啦，咁呢啲即係美術指導喺後期嘅參與度有幾多？某程度上都要同公司商量，即係佢想唔想，或者佢唔 afford 到俾你一齊去做咧咁。但係譬如喺調色上面，好多時就主要係我諗攝影師啦，攝影師係同導演有一個好清楚嘅溝通。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喺成個拍攝過程，大家譬如同攝影師同導演溝通得好好嘅話，我覺得喺中間已經傾㗎啦，即係已經話我哋想嗰啲光啊或者顏色係點樣，即係大家都會 get 到某程度上嘅默契。咁所以未必一定真係要你落手去參與咯。咁而喺成個拍攝過程，其實都會互相有影響到啦。咁而後期即係譬如而電腦特效部分咧，可能我哋會俾一啲方向咯，即係譬如頭先都係嗰部開場嗰個他年他日咁，佢牽涉好多一啲未來嘅場景啊，咁呢啲都係拍完之後電腦特效先做嘅。咁我哋可能會有一啲有啲 impression 或者有啲 direction 係俾咗個公司去跟，咁然之後佢慢慢喺嗰個基礎上，佢哋自己再發展落去。好，今日好多謝文廉忠先生同我哋做一個分享嘅。可能麻煩你。